家好啊，我係寶儀。咁今日係2026年嘅1月11號啦。咁同大家做翻個美股嘅一週回顧同埋前瞻先。咁首先呢，就講緊個美股標普500啦，同道指都創新高嘅。咁睇翻個圖啦，咁我哋見到呢，其實標普呢，其實喺高位嘅話呢，就只係差呢一個22點呢，就去到7000點㗎啦。咁其實呢，道指呢都一樣。喺高位計嘅話咧，其實升多435點到啦，到5萬點㗎啦。咁但係咧，你見到個推動力咧明顯咧就變咗嘅。咁過去嗰幾年咧一直都係強勢嘅大型科技股啦。咁今個星期咧相對就失色嘅，反而係升咩咧？就係代表中小型股嘅羅素2000啊。咁樣咧，你見到咧今個星期嘅羅素2000咧連續幾日係跑贏個大市嘅。咁係 keep 住咧一路喺度創緊新高啦。咁就表示咧其實個中小型嘅股咧嗰個板塊咧開始擴大啊。咁呢一個格局咧，通常就代表資金唔係再淨係集中喺啲少數嗰啲 mega cap，係喺啲中小型嘅企業同埋啲週期股啊。咁我哋首先睇翻個 S&P 500啦。咁你見到咧好簡單就見到譬如 Apple 啊、Nvidia 啊或者係 Tesla 呢啲咧都係比較偏弱嘅，甚至乎你見到AMD 啊，或者係 AVGO 呢啲 Nvidia 呢啲芯片股咧，相對係落後添嘅。咁樣咧，同翻個羅素2000嘅股票比咧，你見到全部都個綠色嘅比例係高好多。咁即係其實啲資金係分散咗喺一啲中小企嘅板塊上邊嘅。咁點解會由大轉細咧？咁其實個關鍵咧個背景就喺翻個12月個非農就業數據嘅好壞參半啊。咁因為咧個新增嘅職位咧偏弱啊，同埋咧佢有向下修正，加上嗰個時薪上升咧，令到個通脹不確定性係仲喺度嘅。咁所以咧市場咧喺預期第一次減息咧，2026年嘅，咁就本身咧就估係3月嘅，咁而家都推遲到去年中啊，咁就意味住個高息會維持耐啲啦。咁對於啲估值偏高嘅科技股咧，會造成壓力嘅。咁相對咧一啲經濟活動咁敏感同埋個估值相對冇咁繃緊嘅周期性嘅股票啦，同埋中小型股咧就會更加容易成為一個資金轉向嘅方向嘅。咁另外咧，咁最主要另外一個消息咧就係一啲地緣政治同埋政策方面嘅影響啦。咁今個星期咧係一個典型嘅消息市啊。咁白宮有好多動作令到個市好挫嘅。咁首先講翻喺委內瑞拉嗰方面啦，特朗普政府就公開講到希望引入至少1000億嘅美元投資喺委內瑞拉嘅石油同埋天然氣產業嘅。但係咧大型嘅油公司普遍都未明確做出一個承諾啊。主要個核心問題就係講緊嗰個法律同埋嗰個商業框架、嗰個資產保障同埋合約可執行性嘅可投資性嘅問題啦。咁但係市場咧都用翻一個資產重建同埋供應重組嘅角度去炒啲石油股嘅。咁我哋咧見到咧喺石油股方面咧，例如講緊係 Chevron 啦，其實喺一開個星期一開市咧，其實係年頭夾咗上去嘅。咁跟住咧就因為講緊嗰一個可投資性嗰個問題啦，就令到呢一紮油股就回落翻少少嘅。咁但係咧你見到當講到話想用翻成1000億美金去重建嗰個委內瑞拉嗰個國家嘅油同埋天然氣之後咧，你見到都有啲反彈翻嘅，補完嗰個裂頭之後就彈翻上去嘅。譬如ExxonMobil 啦，咁其實咧都係同樣情況啦。但係咁當然因為始終Chevron 喺委內瑞拉本身自己都係有一啲建設施喺度啦，咁所以佢嘅升幅咧就比較其他就會大啲啦。同埋ExxonMobil 咧之前都試過，因為喺委內瑞拉有啲制裁嘅問題啦，咁所以佢哋喺對於係咪真係要 invest 落去有好大嘅猶豫啊。咁所以咧個表現就冇 Chevron 咁好嘅。咁另外就仲有一隻咧就係Halliburton嘅油公司啦，咁都係見到裂口升咗上去，回吐翻2-3日之後咧就繼續會上升。咁其實呢一紮嘅油公司其實都可以考慮翻，因為始終如果長線嚟講嘅話咧，咁個油嘅出口嗰個控制量就會喺翻呢一個美國嘅手上邊啦。咁同埋咧，我哋睇翻嗰個油價先。咁其實睇翻油價啦，咁我哋睇翻由
舊年11月，即係特朗普開始選到總統之後啦，咁你見到其實個油價咧係明顯都會喺翻大約62蚊見咗頂之後咧，就去到55蚊呢啲位就喺度波幅嘅。咁似乎咧，咁特朗普政府咧其實係想用翻一個低油價嗰個政策咧去撳住個通脹，咁先可以有更大嘅減息嘅空間。咁後續咧，我哋可能都會見到更加多針對穩定油價或者有利控制油價嘅行動會出現嘅。咁同一時間咧，政策風險咧都好反覆嘅。咁首先我哋睇翻啦，咁就係咧，咁佢有社交媒體度放風啦，咁一時咧就針對啲國防承包商，好似LMT 洛克馬丁啊或者 RTX 啊，佢哋回購或者去派息，而唔去增加佢嗰個公司嘅投資啦，咁樣樣咧就要佢哋作出一個威脅式嘅表態啦。除此之外咧，又有一個利好消息啦，就係講緊嗰個年度嘅國防預算啦，就希望由1萬億美金就增加到1.5萬億啦。咁所以咧呢一個消息咧令到呢一個軍工股咧有一個好大嘅波動嘅。咁我哋睇翻 LMT 啦，消息出咗之後咧，咁你見到佢首先係爆咗上去啦，跟住之後咧就因為威脅佢哋要減少翻呢一個回購行動或者係派息嘅動作之後咧，又有翻啲減翻落嚟啦。咁跟住之後咧，到增加個國防預算咧，又計翻上去嘅。咁所以咧，你見到咧，其實呢幾日咧，成個禮拜咧，因為一啲唔同嘅政策嘅風向啦，令到個國防股咧係有一個好大嘅波幅嘅。咁正正就係反映到咧喺選舉年嘅政策不確定性係可以隨時打斷一個行業嘅趨勢嘅。不過其實又咁講啦，你見翻軍工股拉翻長少少時間嚟睇嘅話咧，都係一個幾靚嘅弧形嘅做緊。咁可能加上要增加軍備嘅話咧，咁其實國防例如 LMT 呢啲大型啲嘅話咧，其實都係會利好可以留意翻嘅。譬如咁 RTX 就唔使講啦，咁樣都係 keep 住係一個好靚嘅趨勢線向上啦。咁反而係 LMT 如果可能真係唔再回購，主要就係透過增加嗰個軍備可以攞到啲訂單嘅話咧，咁可能咧短線都係會利好翻 LMT 呢啲傳統啲嘅軍工股嘅。咁好啦，咁我哋就講翻嗰個 AI 啦。咁個 AI 整體個主題其實就未完嘅。咁但係咧，資金個落點咧就越嚟越準㗎啦。咁樣樣咧，點解叫咁講咧？因為其實你睇翻啦，Nvidia 咧喺11月時候見頂之後咧，咁樣樣咧就一路喺度整固，但係標普咧一路喺度創緊新高嘅。咁正正就反映緊咧嘅資金咧，其實由集中去買龍頭股，就轉向發掘一啲新嘅優惠嘅地方啦。咁例如係啲乜嘢咧？咁所以市場咧最近咧就開始炒緊啲記憶體啊、memory 啊嗰啲股票嘅。咁點解咧？就係因為主要係佢哋缺貨啦，同埋佢哋大幅加價。咁由上年年底開始爆咗上去啦。例如隻 Western Digital 啦，你見到啦，自從喺年尾嘅時候啦，又一路喺度爆上去啦，直至到其實今個禮拜頭啦。星期一翻嚟啊，都係繼續升緊嘅。咁樣樣咧，除此之外咧，就仲有隻 MU 啦、美光啊，個情況都一樣啦，都係喺年尾一路爆咗上去啦。係啦，連隻 Seagate 都係嘅，都係今個星期仍然都係走翻強嘅。咁但係咧，其實 AI 主題咧都有唔同嘅喎。咁市場對於AMD CEO 啊 Lisa Su 咧喺 CES 嘅演講中啦，就講到其實 AI 嘅需求咧會飆升啦，咁佢哋都會個sales 都會 catch up 翻啦。咁就呢一個講法咧就好審慎啦。咁所以你見到 AMD 其實整個星期落嚟咧都跌咗成9%，你睇下個樣，其實係好大機會如果穿咗而家呢個橫行區。200蚊嘅話，可能有機會會再落多啲，去翻個裂口啦。咁可能183、184，咁睇下呢個裂口就會唔會補啦。如果再差啲，可能個情況嘅話，有機會去翻86、87蚊咁樣呢啲位啦。咁可以到時候個 market 如果係 stable 嘅話，呢啲位可能或者可以留意翻啲晶片股啦。咁好啦，咁講翻今個星期有啲咩重點啦？嚟緊咧就有幾個重點嘅，咁我哋睇翻下個禮拜啦。咁首先就係星期二啦，咁就會公布個 CPI 嘅。咁今次 CPI 咧主要係為咗月尾 FOMC 個會議之前咧係一個最重要嘅通脹參考啦。咁如果個核心 CPI 按住嗰個數據偏離個預期嘅話咧，咁就會直接影響聯儲局嗰個利率個路徑，可能咧就會引發美元啊、金價或者利率嘅即時一個重新嘅定價嘅。咁第二個啦就係美國最高法院可能就呢一個關稅合法性作出裁決啦。
結果或者會影響成個供應鏈同埋企業嘅盈利嘅，咁有機會會觸發嗰啲唔同嘅板塊啦，有機會會好大嘅波動啦。咁另外咧就係地緣政治啦，咁地緣政治咧咁就有兩點啦，咁就首先特朗普就重申啦對格陵蘭接管嘅意圖啦，咁歐美緊張咧就升級，咁會唔會推升個避險需求咧？咁另外咧，伊朗國內咧就有動盪啦，咁而家暫時星期日晚嘅時候咧，咁就已經有至少110人已經死咗㗎啦，咁樣樣而呢個抗議咧，主要咧就係因為呢一個貨幣嘅崩潰啦，同埋個經濟咧衰退而引起嘅，咁而家暫時官方咧就將抗議者咧就稱為恐怖分子，就指責佢破壞個國家啦。咁而特朗普咧都有話過，如果抗議者被殺嘅話咧，就會有回應嘅。咁呢一個就成為咗一個短期咧一個風險嘅因子咧。咁如果衝突係加深，而且喺美方介入嘅話咧，咁個金價或者會受避險嘅資金支持啦。咁另外仲有一點唔好忘記就係標普高盛嘅商品指數同埋彭博嘅商品指數今年度咧就會再做一個 rebalancing 啊。咁可能咧就會令到黃金同埋白銀期貨會被動咁樣拋售，個短線波動咧其實咧嚟緊都會好大嘅。咁最後啦，咁最後就今個星期咧就會有 Morgan Stanley 啊。花旗啦、美銀、Wells Fargo 啊、Morgan Stanley 咧呢幾間嘅華爾街大行率先咧就放榜嘅，咁另外就仲有台積電啦。GSM 咧就會喺15號公佈業績啦，咁市場就會關注翻啦 AI 嘅需求係咪真係有啦，咁同埋個先進製程嘅產能個利用率夠唔夠高，去到幾多啦，咁同埋就對翻今年全年嘅資本開支同埋 AI 訂單嗰個指引，咁呢一啲消息咧都會對呢一個半導體板塊造成好大影響，咁所以你見到呢兩個星期無論係 Nvidia 又好 AVGO。即波冚又好或者 AMD 都好啦，都係相對偏弱，可能係就係等緊消息出嚟嘅。咁所以我哋暫時嚟講，今集嘅回顧係咁多啦。咁以上提及嘅股票我都冇持有嘅。咁祝大家投資順利。咁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